来这个是早期的惯犯，也就是用塔罗牌骗倒着前总统陈水扁的这个骗扁的少年的黄旗，再度来卡到诈欺案。伊来假做香港的第一好野人李嘉诚的秘书，向翠安大厂中卫公司注文1万片的翠安，甲100盒酒精的米仔片，骗讲要送予台大病院第一线的人员。加在中卫公司伫出货进前，有甲李嘉诚的秘书来纠正，才来踢破这场的骗局。黄旗即卖红申请收押。为什么要行骗啊？为什么要骗口罩？对车顶坐落来，坐伫轮椅顶用毛毯砍掉咧，伊就是骗扁少年早期惯犯黄旗。伊无愿意即摆样貌现光，也个影响地检署人员称量体温。你配合一下，这样我量不到啊。礼拜下早，黄旗才因为4当前假冒国泰集团千金蔡嘉玲亲情诈骗，到台北地院出庭。暗时检调佫查出伊涉嫌甲所涉保险业务，假冒香港首富李嘉诚的秘书，向翠岩大厂中卫诈骗翠岩。那用英文回他的时候，他也是马上用英文也回我，而且英文写的还蛮正统的。那我打去的时候是有一个香港口音的讲国语的，我也不知道黄旗声音是什么啦。讲是要送予台大病院，好佳在中卫伫出货进前有向李嘉诚的秘书甲台大病院查证，才发现有问题。那他说他们是李嘉诚秘书的主席，那他们说并没有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不存在的。后来知道对方是黄旗之后，有没有吓一跳？确实是有点吓到了。黄旗伫今年1月底以董事局主席秘书刘小姐的身份，企图诈骗翠岩公司。检调分出14路，拘提黄旗，而且约谈相关10个人到案说明。